萧敬腾睽违2年再度接演电视作品，也是他首次担纲电视剧纲男主角。他饰演帮助鬼魂做心理咨商的心理师，跟金马影后谢盈萱多场对手戏，大喊过瘾。影音平台看好萧敬腾的人气和魅力，以高价买下海外独播版权。艺人萧敬腾 vs 主持人戏里，说英文说台语，英文还好，英文本来就程度很好。2句介绍一下这部戏，来示范一下，你会说中文吗？我可以。萧敬腾第一次担任电视剧男主角，饰演从美国回台湾工作的心理医师，角色面临各种挑战，不只要说英文，还和郭碧婷有吻戏，而过往老萧有阅读障碍，这回做足功课。艺人萧敬腾，我觉得只要是剧情合理，然后台词合理，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，不会有所谓的卡住或者是那种问题电视剧。魂球西门，想象前方有一条长长的走廊，你想见的人就在里面。平常爱看鬼片的萧敬腾，首次接演电视剧就是惊悚类型，而这也是谢盈萱拿下金马影后后第一部电视作品。戏里要一人分饰2角，从气质店长变身成黑道流氓。艺人谢盈萱，我知道是蓝伟华的时候，我还蛮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本来跟他就认识，觉得有一个最好一件事情，就是可以帮我做角色功课，我只要把台词丢给他，然后说你会怎么讲，你录给我，然后我只要跟着学就好，所以我感谢导演找来蓝伟华演黑道。电视剧总共6集，预算高达3600万，还没播出，就已经有影音平台买下海外独播权，创下台湾电视剧交易版权的新高纪录。虽然不愿透露详细数字，但也能看出老萧的人气和魅力，成功外销台湾戏剧。